受到风的影响，昨暗这标的170个县市透风落雨。不过呢，咱拢知影讲，这风面影响到咱的台湾气候真严重。亲像桃园机场伫昨暗风比较强，这飞行机顶头的旅客也讲，这飞行机要飘落来时阵，就亲像一焚烧飞车共款，遐尼爱恐怖。不过受到这气候影响，有5个航班是暂时飞到这高雄的小港机场暂且飘落来，而且搁再飞离开。只有这星宇航空伫咧高雄过暝，小港机场表示讲，因为这生物内部作业问题，拖超过着这宵禁时间，拢还未起飞，这回是影响到61个旅客。机场航班造成几只班机降落时间延长，受暗时北部雷雨影响，桃园机场风正强。未超原本降落的航班被标转降高雄机场，成功降落桃机的航班，旅客想起降落时的情形，依然心惊惊。晃得蛮厉害的，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。刚刚大家心情怎么样？全都在尖叫，很多在尖叫，然后很多人在吐。第一次觉得屁股不在椅子上面。中央气象局直接发布大雨特报显示，北部地区局部大雨加强阵风发生的几率。长雄 BR238航班原本为1年雅加达飞桃园，暗过受风雨影响，逐步风车停飞了后，请求转降高雄。高雄机场表示，包含华信以及76飞机门飞上山，马航 MH68 为雅飞飞桃园，长雄 BR238 雅加达飞桃园，新宇 JX718后来飞桃园，长雄 BR216新加坡。飞桃园总共5个航班拢是拄到风车，停飞了后请求转降高雄。来接机的亲友表示，今年先在机场等。转落高雄。哦，转高雄了。对对对，那怎么办？啊，就等啊，他有预计10点40再起飞啊。哦，所以你要在那边等到11点多吼。哦，对啊，对。风车等好了后，华信长荣马航4只班机陆续飞离小港机场，就政府因为内部作业问题，在高雄过暝，有61个旅客受影响。政府表示，考虑惠安出厂航班了，安排旅客大家陆续交通，负担相关的费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